其實我病發初期咧就好無助嘅，因為我嗰時啲仔咧分別係9歲同埋4歲，兩個好細嘅小朋友。我已經係自理能力已經係失去咗啦，係全靠身邊嘅人照顧同埋俾我力量。香港復康會一直致力透過創新復康服務，賦權殘疾同埋面對健康挑戰嘅人士，倡議全人健康、社會參與同埋共融有利嘅環境。我哋見到罕見神經肌肉退化疾病嘅人士，尤其係運動神經元疾病嘅朋友，俗稱漸凍人症。當我哋患上咗呢個不治之症之後，身體功能係急速退化嘅，包括講嘢啦、呼吸啦、吞咽等等，生命每一刻都係倒數緊。而往往佢哋都係被社會忽略嘅一群，而整個家庭都會陷入一個求助無門嘅煎熬裏邊。我哋好多謝凱撒克基金關注漸凍人症，贊助我哋為期3年嘅罕見同行運動神經元疾病專項計劃，致力打破呢個嘅孤立。最初嗰陣時係我去參加呢個活動咧，我就係抱住我希望我自己以後變成點，即係咧等我可以一路咧去應對，同埋我應該做啲乜嘢。今日嘅眼學科技啦，個個都感興趣，感受一下呢啲科技帶俾我哋嘅溝通方式啦。一個復康服務如果要做得好咧，就唔係淨係醫院嘅。醫院其實好多時只不過係一個起步點嚟嘅啫。其實更加重要嘅就係一個社區或者一個病人自己居住嘅地方。但係咧，自從復康會同事嘅加入咧，佢令我覺得我哋嘅病人係因為呢一個服務咧，令到佢哋活得豐盛之餘，我感覺佢哋覺得比佢未有病之前，佢哋更加豐盛嘅嗰個感覺。我覺得呢個俾我咁嘅感覺係好緊要，而係令到我最感動嘅。我覺得我哋相信任何人都有權利同埋機會活出豐盛嘅人生。呢個項目係透過建立社區網絡，集結社、患、醫、學、藝界別嘅力量，為患者同埋家庭提供全方位嘅身心社靈嘅支援。透過科技應用同埋器材輔助，希望能夠提高患者嘅生活自主同埋質素，提供心理教育同埋心靈藝術嘅服務，讓患者、照顧者同埋病友喺關愛中連結同行，珍惜此刻，同公營醫療機構建立協作，打造一個以患者為本嘅友善醫療流程機制，安排專責嘅個案經理喺整個病患過程中陪伴支援，整理唔同嘅社會資源，配合病患者嘅病情變化同埋家庭需要，喺復康時刻幫住你。讓我哋喺埋一齊，暖暖同行，用愛護暖。